也沒有本身的名字，總記着神情和語氣，無字暗語。你也心中有知，我叫你玉蝴蝶。哇，好聽啊，好正啊，好正啊，好正啊！好聽呢首歌係百聽不厭，百唱不厭啊，好正呢首歌。嗱，你哋覺得好聽嘅話，comment down below，話俾我聽，你哋都中意謝霆鋒好冇？好中意聽呢首歌，同埋好中意唱呢首歌好冇？好，而家機會嚟啦！你想喺香港嘅舞台攞咗經驗先嘅話咧，6月22號喺香港嘅西九龍中心可以競逐不同年齡組別嘅冠軍，我送出嚟嘅價值23,000蚊嘅音樂視頻，係咪好多禮物 ？OK， 跟住再去全國賽，更多經驗啦，更多機會攞到冠軍係咪啊？跟住8月1號至3號，唔好走住啊，唔好翻香港住。如果你美國嘅，都唔關你國住，直接留多幾日錄影節目，就係咧我們的季節，連續3日學好多嘢喺個 cam 裏邊，又可以錄影節目，又可以唱歌，一舉兩得。所以我哋兩個雙重經理，如果有興趣嘅話，記住今晚呢個連結一定要報名，好難得今次，好難得。OK， 好唔好？嗱，我想見到你哋，我想聽你唱歌，可能你就係粒星嚟㗎啦。我叫你玉蝴蝶。